后来继续来看移民署加强追查偷走的外劳。伫深夜抄一间屠宰场，掠到22个非法的移工。另外，报道的员警临检有3个非法的越南的移工，看闪袂过车弹的白内龙，警察随着后壁，甲3个总掠倒来。正当要砸车盘查，向员就开车门，赶紧逃走。走人呀！其中一个走较慢，当场就被掠。剩下2个一路往经美客河床逃走。一个旁边，我站。想要避伫个比人也较悬的草堆内面，不过最后也是被警员掠出来。大哥，你刚好看到有在那边？伫溪仔边咧钓鱼的，嘛赶紧斗相共。看到你了，你赶快出来！现看走袂去啊，最好只会当乖乖就范。这3个人拢是超过居留期限的越南移工，其中有一个甚至已经超过2100外工啊，所以看着警员紧走。一个非法移工拢就马死，人数是有22个人。网界一间屠宰场被人举报，请这非法的移工，原本以为讲半命工作会当闪骗人的耳目，最后也是被警方查到。